呢個係我哋十分熟悉嘅舊約故事，係描述以色列民過紅海，天主用大能嘅手臂拯救咗佢哋。呢段出谷記嘅故事曾經搬上銀幕，述說以色列民逃離埃及、擺脫奴隸嘅遭遇，對佢哋整個民族嚟講，可謂生死攸關、驚心動魄嘅事；而對當時嘅外邦民族來講，亦都係感到驚慌恐怖、膽戰心寒。參閱出谷記第15章14至16節，呢個故事啟示咗為上主沒有不可能的事。當以色列民走到窮途末路之際，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我們可以想象當時以民逃亡嘅驚懼同埋緊張嘅心情，真係前無去路，後有追兵。可以參考出谷記14章6至10節。所以當佢哋走過紅海之後，興奮地唱咗嗰篇感人嘅詩歌，就係海船歌。參考出谷記第15章1至21節。呢首歌係歌頌上主大能嘅拯救。由出谷記第14章15節至第15章19節，走過或者係走過去呢個詞，總共係出現咗6次之多。其實以色列民嘅一生都係不斷地走過，而每次都有上主大能嘅手嘅干預同埋救助。而過紅海則是以色列民終生難忘、扭轉命運嘅事件。佢哋世世代代都向子孫們傳遞呢個事件，教導佢哋紀念並感恩。危難使人信心動搖。喺出谷記短短嘅2章裏邊，走過一詞總共出現咗6次，可見以色列民對呢個死裏逃生嘅經驗嘅深刻，亦都深深地經驗到上主大能嘅干預同埋眷顧。當時他們未有忘記他們的祖先約瑟曾對他們說的話：天主必要眷顧你們。出谷記第13章19節。果然，天主從未食言，在他們走向紅海嘅路途上，上主在他們前面行，白天在雲柱裏給他們領路，夜間在火柱裏光照他們，為叫他們白天黑夜都能走路。白天的雲柱，黑夜的火柱，總不離開百姓面前。上主陪着他們走。可是當法郎王率領住600輛精良嘅戰車、戰馬、所有戰士同埋步兵快要趕上時，以色列民都好恐懼，開始向上主哀號，並抱怨梅瑟：你為什麼這樣對待我們，將我們從埃及領出來？我們在埃及不是對你說過這話，不要擾亂我們，我們甘願服侍埃及人。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曠野裏還好啊！當時百姓以信心動搖，人心惶惶，
一片混亂，進也難，退也難。幸好佢哋有一位信德堅強、臨危不亂嘅領袖梅瑟。佢深信上主不但與佢哋同行，並替佢哋作戰。佢堅定地安慰嗰啲彷徨嘅百姓，不要害怕，上主必替你們作戰，你們應安靜等待。梅瑟嘅態度同埋佢嘅信德，為今日嘅我哋處於混亂嘅世代，面對危難同埋迷惘嘅時候，給予咗好好嘅榜樣。梅瑟嘅使命絕不容易，前路將如何，他不能完全知道，也不能完全掌握，但係佢信賴上主。他那句安靜等待，與新約中瑪利亞嘅默存在心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大概能肩負重任、承擔重大使命嘅人都有共同嘅特徵，就係謙卑、信賴，可以安靜地等待天主計劃一步一步慢慢地揭曉。等待嘅過程係艱辛同埋充滿考驗嘅。天主嘅安排往往超乎人能夠想象。第二，獲勝及凱旋歌。喺6次走過嘅用詞當中，喺凱旋歌中出現咗3次之多。第一次係出自上主嘅口，上主向梅瑟說：你為什麼向我哀號？吩咐以色列子民起營前行。你舉起棍杖，把你的手伸到海上，分開海水，叫以色列子民在乾地上走過。第14章15至16節。第二次，梅瑟向海伸手，上主就用極強嘅東風，一夜之間把海水刮退，使海底成為乾地。水分開以後，以色列子民便在海中乾地上走過，水在他們左右，好像牆壁。第14章21至22節。第三次，回流的水淹沒了法郎嘅戰車、騎兵同跟着以色列民來到海中嘅法郎軍隊，一個人也沒有留下。但是以色列子民在海中乾地上走過去，水在他們左右，好像牆壁。第14章28至29節。以民在獲得全勝之後，梅瑟和以色列子民都載歌載舞地唱出咗呢首詩歌，就係凱旋歌。佢哋讚頌天主。走過呢個詞重複出現喺嗰首詩歌當中。第4次，因你大能的手臂，他們像石塊僵立不動，直到你的百姓走過。第15章16節。第5次，上主，直到你的百姓走過。第15章16節。第6次，法郎嘅馬、戰車同騎兵一到海中，上主就使海水回流，淹沒了他們。以色列子民
卻在海中乾地上走過。15章19節。結語：主，唯有信賴你，你大能嘅手臂會助我走過去。你使我生命中嘅驚濤駭浪變成陸地，因你陪我走過，直到我生命嘅末刻，能夠向你奏出生命嘅凱旋歌。傳聲教義言著名，瞻仰救贖拯救人靈，會有湧入主前情形，神願加上與尊敬，為救市民是犧牲，在千年內無解敗，犧牲一邊就屬成。可惜萬民皆苦役，當作魔龍作世情，和背受累墮。